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6月初7。今仔日的经文是108篇诗篇。撒母耳上卷第7章第3到15节，启示录20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的经文的主题是帮赞的祝。台湾话有一句话讲，请鬼摕药单。意思就是讲，请毋着人做倒饼的代志，颠倒害吼。其实咱人时常甲以色列人共款，无要去拜真正的上帝，却伫遐对伫即个偶像假神拜甲啪安尼。以色列人因不但无听上帝的旨意，佮每一个人照家己的意思去行。掠做是对的，因若拜巴力以及拜即个阿斯塔洛即个偶像，因得罪上帝，所以因不但得袂到上帝的保守甲看顾，嘛佮因此来受到伤害。非利士人因为摕到约柜了后，发生这困难，有人死失破病。了后，因就将约柜归还倒转伫以色列。到伫即个代志20年了后，以色列人才伫即个因的信仰顶悬来倾向耶和华上帝。撒母耳来提醒以色列人讲，恁着爱一心来归向耶和华上帝。咱来想看卖20年。20年了后，以色列人才伫撒母耳的苦劝提醒中间，将外邦的偶像甲阿斯塔洛对因的中间来争夺。虽然咱讲被提醒着爱专心倚靠上帝，归向上帝，上帝就要来保守因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中。安尼20年看起来真久啦，但是呢，搁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总是比无较好啊。当咱还阁有性命的时阵，就爱紧紧来回转向上帝，才会当得到保守。万总比无较好，敢毋是安尼？石头伫信仰上有真深的意义。咱时常讲有即个盘骹石，就是讲石头会当成做即个鸡骹的石，也是讲咱讲即个石头摕石头来钉家己的骹，中文讲拿砖块扎自己的脚啦吼。伫生活顶悬他山之石，意思讲咱会当用别人的经验来做咱的照镜。到底石头对咱有甚物款的意义？咱要安怎来看待？当然这都爱看咱甲上帝的关系到底是安怎。撒母耳提醒以色列人，虽然战争失败，虽然因的约柜伫战争的中间去互刺去，但是因所倚靠的上帝并无离开因呐。这互牧师想到伫路加福音耶稣咧讲的浪子的比喻中间所讲的，浪子伊离开因的家庭，是讲是肉体顶悬伊离开，伊离开伊的老爸的照顾，但是伊的老爸的心好若亲像对伊咧流浪共款，而且伫厝里的一切好若亲像拢为着伊要倒转来做准备。迄个离开歹的，就是要搁再度受到接纳，就是要搁再一摆来进入伫即个祝福的应允的内底，好若亲像即个浪子共款。另外呢，咱看到迄个骄傲的，咱咧讲的大囝，伊虽然踮伫上帝的家老爸的厝，但是伊要亲像迄个浪子共款，只不过伊是一个心灵的离家。老爸是家的调节，也是讲咱讲上帝是天国的主人。那安尼，即个调节是要成做甚物人的帮赞？
是即个离开过倒转来的浪子，也是伫厝里咧住的即个青云人，咱咧讲大囝。撒母耳来提醒以色列人讲，后来撒母耳伫米斯巴河山中间设立一个石头，讲上帝一直帮助咱，叫这个石头的名叫做以便以谢，意思就是讲帮助之石。那安尼，非利士人就被打败。撒母耳伫有生之日，上主无搁互非利士人搁侵犯以色列人的领土。上帝是咱的帮助之石，是坚定的，是无改变的，是永远的，是通信靠的。安尼坚固石磐，好啊，亲像伫诗篇121篇所讲的。我要往山来举目，我的帮助要对叨倒来？我的帮助要对造天地耶和华来。伊无叫你的骹摇动，保护你的的确无拄面，保护以色列的也无拄面，也无困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庇荫你。日时太阳袂伤你，暗时月亮也袂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护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对担直到永远。这是诗人所描写、所学落的批，也是个反省。这个诗篇，伊来表明这个坚固的山是咱的帮助。撒母耳搁一摆来甲以色列人提醒，伊讲上帝是我坚固的宝藏，伊引带完全人行伊的路，伊互我的骹紧，若像鹿仔母的蹄，搁互我伫这个悬的所在得到安稳。这伫撒母耳下卷22章33节。信靠上帝是因为伊是咱的帮助之石。咱亲像耶稣基督的譬如，伊讲咱着爱用信心的厝起坐伫这个石磐的顶悬。这种的人才是智慧者，毋是迄个愚妄的。咱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咱也分享到撒旦的作为，也是讲撒旦的试探。事实上，同一句话，同一个代志，出伫上帝还是出伫撒旦，拢有伊的目的的无同，甲伊的结局的无同。咱要爱互咱的这个性命的石头，成做咱的帮助之石，也是要成做放伫阿妈棍，甲咱沉伫水内底迄个石呢？虽然咱拢知影，伫政治顶悬无有真正的政治利益，但是根据对武汉肺炎发生甲呾，咱会当看出全世界一寡国家是台湾也好，也是其他国家，倒一个国家成做上帝帮助的手，倒一个国家成做撒旦害人的手，其实足清楚。基督徒无应该陷入伫迄个迷失的中间，咱不但安尼爱莫成做撒旦的手的帮助的助力会成做防疫的助益。咱会当看去最近日本也好，124万支，美国答应75万支，但是有诶咧阻挡，咱到底要安怎才会当成做迄个？不但是帮助家己，也帮助其他的人。咱来讲的因信益人，咱成做迄个上帝、迄个帮助之石的助手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2021年的6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8篇，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3到15节。启示录第20章1到6节，今天的主题是帮
助之时。台湾有一句话说：“请鬼来拿药单了哈。”意思就是说，请错人帮忙，反而得到伤害。我们时常也和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对真神不太敬拜，却倒是对这个偶像啊、假神啊拜得五体投地哈。这是我们看到一般在社会上，以色列人不但他们不听上帝的旨意，他们每一个人呢各行其事，都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。他们拜巴力，也拜亚斯他路偶像，而得罪了上帝。他们不但得不到上帝的保守看顾，更因此而受害。非利士人在遇到困难之后，他们归还了约柜。20年之后，以色列人都倾向耶和华上帝。20年哦，哈。撒母耳提醒以色列人要一心的归向耶和华上帝。我们想想看，20年后，以色列人才在撒母耳的提醒当中，将外邦的偶像啊、亚斯他路啊这个偶像从中间除掉。然后他们被提醒，若是专心的归向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呢，上帝就必定要保守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中。虽然我们看这个20年才做，有一点太久了啦哈。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慢总是比没有的好吧。在还有性命的时候，快快的回转向上帝，才能够得到保守。慢总比不回头的好。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石头帮助之时，其实这是原文另外一句话，我们等一下来讲。在信仰上，其实石头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。我们常说有绊脚石，石头也可以成为垫脚石，或是我们说拿石头或是砖块扎自己的脚。在生活上面，我们说他山之石哈，也有意思，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把别人的经验当成我们的借鉴。那么，到底石头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这当然要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了，的不一样的程度。撒母耳提醒以色列人，即便他们在遇到了战争打败了，即便他们的约柜被掳了，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他们所倚靠的上帝却没有离开过他们。就如同路加福音的浪子的故事，耶稣的比喻里面，浪子他虽然离家了，可是他离开父亲的照顾，这个父亲呢的心好像就跟着浪子一样去流浪了，并且呢在家中呢，所预备的这样一切的，好像是父亲随时都在等这个浪子的回头。那个离开恶，就要再度的被接纳啊，就是说离开恶的这个浪子呢，他再度的被接纳。他离家是亲近恶，离开恶，他就要被接纳，再次的进入到赐福的应许里面。那骄傲的，我们说老大，虽然他住在老爸的家，父亲的家，我们说上帝的国度家，却又如同浪子一样的灵的离家，心灵是离开的。父亲呢，这个家的柱石，我们或是说上帝是天国的主人。那么这个柱石要成为谁将来的帮助呢？是浪子的回头，还是住在家里面的骄傲的大儿子呢？
这个在家里这个陌生人能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、上帝的接纳这个值得我们来思想哈。撒母耳这样来提醒以色列人，他说：后来撒母耳在米斯巴和善之间建立了一块石头，上主一直帮助我们，这是他说的哈。于是叫这个石头叫做以便以谢，意思就是说帮助之石。这样非利士人被打败了，撒母耳有生之日，上主没有再让非利士人再侵犯以色列的领土。上帝是我们的帮助之石，是坚定的，是不改变的，是永恒的，也是我们可以信靠的。这样的坚固磐石，就如同诗篇121篇的经文这样说道：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。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必应你。白日太阳也不伤你，夜间月亮也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难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是撒母耳再一次的告诉以色列人，在撒母耳记下卷22章33节，他这样说道：神是我坚固的保障，他引导完全人走他的路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信靠上帝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之石，更如同耶稣基督的比喻，我们的信心的房子呢，要盖在磐石上，这个才是有智慧的人。我们在昨天的主日信息里面，我们提到了这个撒旦的工作，撒旦的试探。事实上，我们会发现，很多时候同一句话，同一件事情，是出于上帝呢，或是出于撒旦呢？它的目的跟结局都会不相同。我们要让生命的知识成为我们帮助之石，要成为，还是要让我们被这个石头绑住，沉到水里面呢？这个是看我们怎么样去选择跟上帝的关系。虽然我们都知道在政治上没有真正的正义了哈，只有利益，但是根据过去这1年多来武汉肺炎的发生到现在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其实有哪一些国家或许是台湾，或许其他的国家，面对全世界所面对的这个武汉肺炎的危难的时候，哪一个国家可以成为上帝帮助之石的手？哪一个国家成为撒旦之手？基督徒不陷入迷失，也不成为撒旦的助手，才能成为防疫的主役。无论是在台湾的国内，不做假消息的宣传啊，要好好的自我保护啊，要遵守防疫的规等等这些事情。我们也看到最近在台湾，我们缺乏疫苗的这个当中，有人在阻挡，但是我们看到日本跟美国却伸出了援手。像这样子，我们要成为上帝帮助之石的手，不但成为帮助自己的人，也成为能够帮助他人的人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容神益人。